啦，去到呢個600米段處咯，領創動力仲係支離咗第一個身位嘅，跟住第二位埋邊呢，有超勁寶寶啊，雙贏響外邊啦，第4位就赤馬雄風啦，第5位橙衫怪獸奇兵啊，再後邊嘅第6位啦，黃衫就黃隱福星，埋邊粉紅眼就唔係好夠位，美麗歡星等緊入邊啊，掟出去大外檔追係江南勇士啊，後啲先有對行之星駕勢奇葩嗰啲馬，好啦，最後300零米啦，領創動力支離咗個零馬位到啦，見到中間怪獸奇兵追緊，赤馬雄風埋邊上緊嚟，外邊黃隱福星追，大外檔仲有江南勇士對行之星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外邊位置冚上嚟有江南勇士，中間位置赤馬雄風，埋邊呢就領創動力啊，接近終點江南勇士，外邊衝上嚟就贏晒啦。江南勇士直情係走緊6碟添喺嗰度，就係你彭越鬆多少少，你嗰個即係開心預位應該係你噶嘛。係啊，你就可以摔喺佢後邊，小飛俠嘅前邊。哇！不過其實嗰隻戰旗飛見無險東都留得好辛苦喎。佢係急口㗎啦。你睇捱到嗱又好大個窿啊！入去佢唔埋欄喎，佢一路都頂住個2碟，咁你走3碟啦。係咯。所以你真係諗唔到開心宇宙個位係靚過彭越。係啊。跟住頂埋出4碟轉彎。係啊。咁啊，林寶精神個位就好正啦，賺晒啊呢個位。因為潘頓嘅本領輝煌就好着意係咬住隻彭越嚟跑嘅。啊，反而特別美麗，佢都冇乜點慳過喎，其實。咪都係個第4。你睇下巴道都係忍啊，因為嗰段衝刺力好短啊。呢個金城江諗住出頭贏馬在望㗎啦，諗住。佢又跑得靚嘅呢場馬，真係唔好彩。哇！呢度好逼傑啊。係喎。年幸運追緊，出邊仲有添開心啊！最出嗰邊呢仲有隻巴薩洛亞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透出仲係年少多好，一對上嚟啊！年幸運同埋添開心接近終點，外邊大隻啲，冚晒添開心贏啊！跑第2名，年幸運啊！最入邊呢，仲有啲添開心啊！後多層啊嘛，仲有深紅紅啦，關鍵所在亦都沿住個外欄附近啊上緊㗎。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啦，星際快車透出咗㗎，埋邊添開心一路追緊佢啊！年有影響第3位，第4位埋邊呢，仲有中華萬里接近終點啦，添開心埋邊打咗上嚟，臨門呢就有機會趕過隻星際快車。見到外邊晒冷咧，側埋一邊腳咁樣追上嚟啊！最出燈膽將軍追啊！咁啊中間位置仲有運高八斗添開心嗰啲馬，最後100零米外邊燈膽將軍一鼓作氣已經冚咗上嚟，中間位置有晒冷，入邊運高八斗啊！第4位仲有添開心，依家追上嚟呢，仲有出邊嘅彭才，接近終點燈膽將軍輕鬆贏馬，跑第2名係晒冷。添開心仲有少少嘅優勢，合夥飛馳響第2位啊！標誌星河攞到出嚟中檔南武嗰匹呢，亦都追緊啊！出邊仲有3隻啊！天賜喜、晒冷、大外檔99為星啊！最後100零米，標誌星河透出咗，天賜喜響第2位，外邊有晒冷，出邊位置仲有99為星，接近終點啦！標誌星河終於都贏翻啦！跑第2名係天賜喜。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川河洞區拋離後邊嘅對手已經有個幾身位啦，顏色大王就開始上嚟追佢，再後邊嘅抹咗貴麗人生啦，出邊係太陽拍檔啊，入邊川甲英咧搶咗少少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川河洞區咁啊拋離後邊嘅對手個幾身位都好有機會贏馬，跑第2名嘅馬呢係顏色大王啊，第3名。好啦，睇翻巡邏影片。一起步就大外檔啦，都係搶噶啦。川河洞區、貼欄呢，嘉樂龍區都係田泰安一路睄出邊，希望盡快有遮擋啊。天外迎天啊埋緊嚟，然之後樂勝天下，跟住就海王寶啊、勇霸龍啊。勁進非凡嚟㗎，好啦，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天外迎天走中間呢就追緊呢，咁啊響佢入邊嗰隻就川河洞區㗎啦，內欄嗰邊啊就嘉樂龍區開始追上嚟啦，中檔位置仲有樂勝天下啦，外邊勇霸龍同埋三軍勇將亦都追緊啊，最後100零米嘉樂龍區埋邊啊透出咗力壓天外迎天啊，跑第3名嘅馬呢樂勝天下。好啦，最後100零米啦。川河洞區咁啊，將後邊嘅對手呢已經係越拋越甩贏出呢個大閘㗎啦。後邊嘅馬啦，得心之餘中檔撳住啦，灰馬外邊追咗上嚟第2啊，第4出邊有渾身解數黑衫同埋入邊嗰隻呢笑喜喜勤嘅。
最後300米到啦，前面品德寶寶同埋風采人生鬥緊嘅時候啊，福聚就向住中檔追緊上嚟㗎啦。響外邊澳遊波士都有份衝喎，後多層啊嘛，出邊啊女神，外邊龍奧玲珞大外檔檢測精英，最後100零米品德寶寶仲有少少嘅優勢啊，福聚就開始拍上嚟追佢，外邊位置女神車輪邊亦都上緊嚟，接近終點第一名，相當接近啊！外邊係咪及時趕到嘅女神呢？定係終點嗰步埋邊嘅福聚可以壓到落去就要影相啊？第3名都近啊，埋邊品德寶寶啊8號，中間澳遊波士最出龍奧玲珞，睇翻個頭馬先，好近啊！今日都破咗個悶局，咁啊包括潘明輝啊季內第一 win 出閘啦，咁啊嗰隻進翼快車喺14檔，佢都想積極啲㗎，咁但係其實都沿路俾人頂嘅。睇翻前面啦，千杯不醉啊，假面騎士預咗佢快啦，咁連埋龍之邦其實楊明倫都捉住㗎啦。嘅前輩不醉向中檔推進㗎啦，咁啊中間哈羅威呢就粉紅眼罩等緊位，內欄捐上嚟睇下夠唔夠啦，有神池啊，外邊追有進翼快車，大外檔係大眾福星啊，最後200米到啦，進翼快車透出咗，外邊追緊上嚟嘅馬呢，有呢隻就係大眾福星啊，埋邊位置就哈羅威啊，最後100米到進翼快車依然係佔先，一路壓住咗呢就大眾福星衝線啊，跑第3名係哈羅威。